好，咱台湾队呢，今仔日是摕到这国际三大比赛12强世界棒球赛的冠军，即马全国是拢对咧欢喜。这是咱头一届摕到冠军，总统是有意思要甲500块的纸票改做是即支台湾棒球队。也毋过呢，这换纸票毋是讲随讲就会当随做的代志，这当中是牵涉到成本，也有时间等等的问题。实际来讲，到底有啥物款的困难？今仔日解破新闻，咱就请吴昕为大家说分明。是主播，咱台湾伫咧世界棒球12强赛夺下冠军，互日本公司历代上强台湾。确实咯，这是咱台湾让32档拼入去世界级的决赛，但摕到冠军，创下咱伫国际三大赛上赞的成绩，有影无简单哦。即马就传出讲啊，总统热情地有想要甲500块纸票顶头的小棒小奖改做台湾棒球英雄。观众朋友会当甲你的500块摕起来，咱做伙来看哦。咱即马所使用的500块。是伫咧民国89年时阵来发行，伫咧正面有印一张囡仔兄哦，这张囡仔兄是伫咧南王国小小棒队的球员。讲到南王国小这间学校咧，是伫咧台东偏乡的所在，因为伫咧偏乡资源无介济。不过这囡仔兄并无因为安尼来失志哦，因是真拍拼来练棒球。伫咧民国87年、88年的时阵，代表咱台湾去美国参加世界小棒锦标赛，佮连续2档摕到世界的冠军哦。也500块对顶回也就是拄则咱讲的民国89年换新高档已经24档啊。按照大国换纸票的经验，平均是10档至20档会来改版。也即马，咱台湾队伫咧世界棒球12强赛摕到冠军，500块敢有要换新，是引起众人的讨论哦。讲因倒转来的台湾队长有当家现听到这个消息，是欢喜问讲有影也无影。佮讲若真实的，以后伊的身上就干那会炸500，也有影也无影。咱做伙来看中央银行安怎讲。其实啊，中央银行伫咧107年时阵就捌算过哦，根据发行的情形，500块是印2亿张，这2亿张若要来换新，成本差不多是要6亿外。准讲新台票要全面来改版、全面来换新，成本差不多是要500亿。也这个纸票，这已经讲啊，总收回时间上无是要6档哦。确实咯，纸票要换新，对设计到行政院会通过，第一需要时间，第二是爱钱呢，预算嘛就爱立法院来审议，有影是大工程。也用行是讲因会审慎来评估，按照规定报予行政院来核定。不过，即马会当确定的是讲，永行已经伫咧规划12强夺冠的纪念碑，安尼做。行政作业会当较紧来进行，来满足球迷期待。嘛，因为纪念碑是限量的，伫咧收藏的愈有价值。以上是今日解破新闻，咱甲时间交等主播。好，咱感谢吴昕的解说，来看咱这。